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好，大家晚安，又过来到咱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今仔日是第一季第2集，欢迎大家参加。我是主持人阿明，也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咱这个读书会 Space 有录音，会甲这个录音呢做 Podcast。咱头一集的 Podcast 嘛，已经伫各大平台已经拢有上线吼。大家接用的遐几个平台啦吼，像 Apple 啦、Google 啦吼，等等拢有上线。有趣味的朋友，请多多利用。若是有介意的，则甲阮注文甲放送。阁有一点吼，头拄则有讲，咱 Space 有录音，所以现场的朋友，若是无希望你的声音互阮录着，也是互别人听着你的声吼。所摆若要夹麦，就请你斟酌看卖咧吼。以上简单甲大家报告。今仔日咱要读的文章是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151页的所在啦。这篇文章这个标题是讲为台语小说发展来看台文通信，论白话字传络小说到白话字罗汉小说。这个作者呢，伊是曲伟兴先拜啦吼。这篇文章呢，伊文章较长啦，所以咱就以这个，因为伊每一趴吼拢有这个小标题，咱就以这个小标题来做一个基准，做一个标准安尼。咱若要读册啦吼，甲算落来甲算起来，计共有6趴。好，无咱即马就开始来读册。敢有朋友替咱读看卖咧？鸟豆，好咧。好，安尼鸟豆知啦吼。我拄则讲安尼讲敢有清楚？就以这个小标题来做一拍安尼啦。好，安尼请。感谢。百年追求。最近20几年来，愈来愈侪好的台语文学作品互人创作出来。会使讲，即卖的现代台语文学，毋若成功实践至尖合必尖，而且嘛确实做到日本时代文学家黄石辉的愿望。台湾的文学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曲，描写台湾的事物，用台湾的话写台湾的文。即款的追求甲拍拼，起头爱为1920年代讲起，到当嘛有1世纪啦。1920年代发生啥物代志？大仙是伫日本读册的留学生，担心受到世界潮流甲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启发，伊着倡议台湾知识分子嘛爱去杀无下台湾人喙齿的文言文，写迄号会使互人轻可读、轻可理解的白话文。担心的倡议就是1920年代上显目的文学运动，身躯文学论战的第一枪。却既然新文学要追求的白话，台湾知识分子实在无清楚伊的内涵是啥物，吵吵闹闹相济袂煞，到甲留学中国的张五军提倡中国白话文。有反殖民意识甲中国心的台湾知识分子，就开始用中国白话文写作。1920年代尾流，有台湾心的台湾古文人对中国白话文起遐疑啦。因发现中国白话文甲台湾社会无斗搭，形式是新文言文，无下台湾人的喙齿，嘛无下台湾的社会文化。遮的台湾古文人，包括黄石辉、赖和、郑坤武等人，
开始谈起台湾话文的写作。简单来讲，台湾话文就是甲喙讲的台湾话摕来写文章，也就是咱即马讲的台语文。为新旧文学论战到台湾话文即场文学大戏，实在是天公伯仔甲台湾人滚一个大爽笑啊！新文学的创立者要写白话文，要引导旧文学对抗旧文人，结局因买手煞去写无合台湾人喙齿的中国白话文，若受人批评讲是同我叫保守的旧文人，买手煞得发展为台湾人出声的台湾话文。以上。感谢鸟豆，多谢鸟豆的即个替咱读这头一趴，读了真赞。有一个所在要甲大家开课一下啦，多谢鸟豆读的即头一趴第一段的所在，最后一句话啦，用台湾话做歌曲，描写台湾的事物。即个头拄啊鸟豆读做安怎读袂记诶，是读做曲啊，歌曲。即应该是读曲对无？歌曲。应该读曲。好，感谢鸟豆。安尼，鸟豆读的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还是讲鸟豆家己本身有啥物所在想要讨论呢？敢有？其实人名我无确定安怎读哦，我毋知影人名咧读对无。你是讲第二段的第二段第三段是伫日本读册的老学生担心对无？即字啦吼。嘿啊。对him HIM him 对。him 吼。嘿，是。啊，佫有啥物所在哈？佫有第三趴，伊遐包括台湾的旧文人，其实伊敢是读郑坤翁。嘿，郑坤翁。是吼。照看应该是安尼无毋对，嘿，对。敢佫有啥物所在？第三趴的第一段。第三趴第一段，嘿。有台湾新的台湾旧文对中国白话文去，我本来是讲这是谣语还是谣语？谣语还是谣语吼，还是 H 还是 G 啦吼。好，咱无确定，无要紧，咱就来甲查一下安尼。毋过若是读谣语吼，迄汉字无共款。若讲谣语，应该是谣语较对哦。毋过谣语的谣有迄个，伫咧台话是记录迄个是写心字边的，伫咧台字是写人字边的汉字啦。所以我咧想应该是谣语较对。互大家做一个参考安尼。谣语拄仔鸟豆你是读谣语还是谣语啊？我袂记。无要紧，这汉字就互大家参考一下安尼。好，大家敢佫有啥物问题要讨论？好，若无咱就谢鸟豆替咱读这头一趴，佫续来第二趴海外台文即趴啦吼。因为拄则咱拄仔讲咱总共6趴嘛，即摆来到第二趴海外台文。敢有现场的朋友敢有要读看卖咧？大家应该今日讲是迄个歹势啦，我英语袂无啥晓讲情人节啦吼，白色的情人节，毋知影可能大家去过情人节的款吼。所以今日较避暑啦，无要紧。有来替咱读第二趴敢好？好，我来试看卖。好，多谢，请。海外台文，徛伫中国白话文的立场来讲，台湾文学史因讲，台湾有2摆的乡土文学论战。第一摆是就是顶面讲的。台湾话文甲中国白话文伫日本时代相战，
相争要出头天，第二摆是1970年代，不管是毋是在来的台湾人创作的工具，拢是中国白话文。精彩伫作者敢有意识来写有台湾气味的文。是即两摆拢是天公伯仔甲台湾人滚爽笑，是互台湾人有喙讲，无手写的。歹势，我这 OK 海，嘿，跬海，我紧，跬海。对，是1970年代的台语文伫倒位？饭中国国民党的势力，中国白话文已经压制台湾社会，秘书迄世界各项各有雅气的主流款式。1970年代的台语文是米点灶骹呢，乌酥酥，搁油辣辣的所在的鸟鼠，伫歌戏呢，伫流行歌呢，伫中国文化僻上的铃遐戏，我毋知影，迄敢是要用中国话讲？我毋知影迄要安怎读？你讲伶人戏子，嘿，迄就用中国话讲就嘿。伶人戏子遐，因为安尼1970年代的台语文伫台湾是无可能有出脱的。好佳在离开台湾的台湾人，互台语的文字化。台语的文学创作另外一条活命的出路。1975年3月29，台湾语言推广中心伫纽约成立，发行台语通讯双月刊，一直到1976年隔宫6期。1977年3月，伊改名做台湾语文推广中心。5月开始发行报纸《台湾语文月报》，隔宫12期。因若是海外台湾人独立创办的，嘛是上早刊在汉罗南写台语文的刊物。会用你讲，即寡刊物干若提供海外台湾人的台语文写作舞台，更加是立现代台语文初批的所在。1980年代，因为世界局势转变，台湾政治嘛无用过遐暗，到解严了后，长期受中华文化压制，台湾力量大爆发，海外的台湾人社群当然嘛知机，我毋知影迄敢安尼读啊。无要紧。透过电良伟甲夏威夷大学的东亚语文学系台语研究计划合作，1991年7月，台湾通讯创刊。1992年，台湾通讯伫台湾设置联络处，海外台湾相时出刊。1997开始，台湾通讯换互李港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发行。伊是运动的杂志，嘛是用杂志来做运动。杂志本身以外，嘛伫海外甲台湾成立台湾通讯读者联谊会，正做自集台湾友志的所在。做伙读，做伙写，做伙来发表。台湾通讯正做伙整世界起会
台语文因此充满草根性，是文学的运动，嘛是运动的文学，甲属地文学家、读册人的作家文学是绝对倒并。甲若是土地呢母语的草根文学，伊的品质敢会较输作家文学伫台湾，特别是咧讲中国白话文文学。我就先读到遮。好，感谢阿杨替咱读第二趴。咱第二趴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我先讲好啊。拄则阿杨读的迄个第二趴的第一段的所在啊，迄个你上尾迄句就是溪海嘛，乌溪海。有人讲溪海啊，你是讲溪海对无？你会腔口，敢是溪海？应该是溪海，若是讲笑溪啊，就溪海。哦，安尼啊 ，OK。啊，这个汉字你看无对无吼？嘿嘿，你安尼讲，我可能就知影，毋过若是因为若是敢若看汉字，敢若看汉字看，就看较无读无音嘛，对无？好，啊，你家己有感觉讲你读即趴有啥物所在要讨论的无？有啥物所在要提供你的想法无？哎呦！我歹势，我咧想。你咧想。好，要紧，安尼咱先，要紧，你先想者，啊，毋过有几个所在要甲大家讨论，有几个意思啦。啊，毋是讲你讲毋对，吼，啊是要讲出来甲大家解课安尼。拄则你有讲到迄个伊个即趴第四趴的所在啊，有一个载机有无？载机。啊，我咧想，因为有即个书店差无啦，啊，我就咧想讲，啊，载机就是我家己学啦，就是讲知影机会来啊，所以叫做载机吼。啊，毋过即个书伫咧找台语线顶诶，即个书店是超找是找无啦，嘿，啊，所以甲大家探讨，啊，这是我诶理解，嘿，啊，搁有一个所在共款即趴。算落来六抓所在有一个海外台湾详时出刊，迄个详时就是当时的意思啦，同一个时阵的迄个意思啦。啊，提供互大家参考一下详时出刊详时。以上会甲大家分享文章。好，啊，阿杨替咱读个海外台文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歹势，我是想要确定，就是我读的第三趴上尾迄句。好，更加是念片台语文初批的所在。初批。嘿，对，初批对。好，感谢。好，啊，咱再来继续咱第三趴白话字台语小说。安尼第三趴我来好无？啊，大家若有听到啥物所在，啊，甲我掠包一下。好，白话字台语小说，1920年代尾到1935年，这段时间的台湾话文书写，咱看后壁论，这搭先来讲搁较早前，就伫台湾伫捧的白话文学、白话字台语文，甲世界各所在共款。用罗马字符号做基础设计的书写系统，是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为着宗教理由，甲电语言设计的书写工具，用来书写台语的白话字，伫19世纪中后传入台湾，起头共款是为要教育信徒，互有能力家己读用在地语言翻译的圣经。毋过一段时间了后，信徒发现白话字有书写的大路用，白话字的使用范围自然就为宗教事务内底译出来，世俗化啦。咱摕小说这项复杂的文类做例，根据台语文所谓典藏资料库，甲台湾白话字文献馆里数位化收藏的资料。1920年以前的白话字小说作品有25篇，大部分的作者毋知，佮其中有
多数是外国人用台语白话字翻译，也是记录的。台湾人创作的白话小说简单3篇，目前加的国外国愿1917，林彦成的《龙口翻绝》1918，以及吴少峰的《过年》1919。1920年到1940年之间，白话字小说作品计共29篇，作者无记名的有5篇，翻译作品有3篇，都拢陈清中翻译的。外国人的作品有6篇，那台湾人家己的创作有15篇。台湾人的白话字创作大量出现的原因有2个：第一，1920年代是台湾新一代少年知识分子的时代，白话字的写作嘛有甲传统宗教事宜无共的心血加入。第二，挂彩纸杂志的创办，挂彩纸是陈清中长老所创办的台湾北部教会机关报，嘛是第一本台湾人家己办的白话字杂志。陈清中捌留学日本同志社大学，是新派知识人。挂彩纸吸引真侪新派知识人做伙来做白话字的事工。1920-30年代，甲挂彩纸杂志有关系的白话小说创作者有郭鼎顺、陈灵通、黄六点、李水车、林清杰、郭雪街，因的作品列表伫下骹，就是这个表格啦、表单。历史感真正遐尼臭拄壳。挂彩纸是大正14年1925年创刊，几个月了后，昭和元年1926，赖和开始主持台湾民报文艺栏，普遍人认为这个文艺栏是台湾新闻学运动内底的要紧运动场，大家同款拢在追求白话文，是讲台湾白话文上早起步的是白话字的创作。挂彩纸是予伊一个大发挥的舞台。汉字创作要为文言文转换做白话文，其实是后知后觉。尾手搁规个歪带对无下台湾人喙齿的中国白话文去。以上多谢大家。我读的这趴吼，我家己有几个事要甲大家讨论吼。无先问，先问大家吼，大家敢有所在要甲我掠包的？敢有？还是讲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若无，我讲一个，我要分享互大家啦吼。我个人要分享互大家，就是我读的这趴第4段的所在，1920年到1940年之间一趴，伊后壁白话字小说作品计共29篇，有一个词啦吼。计共，我感觉这个词真好，大家拢会当甲学起来。计共，就是总共的意思啦吼。搁刷落来后一趴的所在，历史感真正遐尼臭拄壳。因为作者呢，伊是写第3条臭拄壳。我个人的参考啦吼，我个人的讲法是臭拄壳。因为这个臭拄壳吼。我毋知影作者伊写臭拄壳是毋是因为伊的腔口的关系，所以伊就写臭拄壳。无要紧，咱就甲做一个了解参考安尼。我的腔口就是臭拄壳安尼。臭拄壳的意思就是拄好呛死的迄款意思安尼。你若讲要讲臭壳嘛是 OK 啦，臭壳安尼。迄个拄吼，甲闪起来嘛是 OK 意思嘛是共款诶。好，安尼咱续落来搁继续第4趴台湾话文。鸟头，敢有方便搁继续甲咱读第4趴？好，感谢你。无咱请鸟头开始。好，台湾话文。台湾话文的出现是古汉字做台湾新闻学运动内底的反省，嘛是必然的反抗。现此时咱拢知影，
台湾新闻学运动内底诶新闻学，其实是模仿中国白话文来正诶，来正诶，大多数是会得看袂得念。黄兆辉1930年，因为模仿中国白话文写成诶文章，互一寡知识人感觉碍叫，因就决意来写下台湾人喙舌诶台湾话文。台湾话文是顾汉字来写台语，参与诶人真侪是汉蚵仔底18诶旧文人。郑坤五是为旧文学转换到台湾话文创作诶代表，杨华更加是为旧诗人转换做新诗人。中国白话文新诗，搁走向台湾话文新诗诶创作者黄兆辉是旧诗人，嘛是台湾话文诶门神，专门甲写中国白话文支持者对写会相拍架仔。毋过，伊本身诶台湾话文创作其实无显。台湾话文因为坚持要使用汉字写作，煞造成伊家己发展诶阻碍。解剖1930年代诶台湾话文，因拢有比例无共诶几个成分，符合台语汉字，符合文言文诶汉字，用文言文汉字诶意思混读做台语诶汉字，用外音诶原则音读做台语诶汉字，用外音诶原则音读做台语诶汉字，无确定安怎读过。新做汉字边仔加注音标注，以及掠中国白话文诶写法来代表台语文诶括话咒文，比如写我们来代表阮。安尼诶汉字使用虽然会使写成一篇散文，也是小说，毋过读者爱有才调知影，啥物汉字是爱读文言，啥物汉字是爱读白话音。若混读汉字爱知影字义甲白话音对应诶规则。注音标注爱看有日文假名也是切音。即款复杂诶书面文虽然是台语，毋过若无掌握顶面讲诶迄6种汉字使用规则诶人，恐惊读袂行。会使讲1930年代台湾话文诶汉字使用无法度互读册诶人以外会晓台语诶人真简单就来学诶。好，以上。感谢鸟豆读了这赞诶哦。有几个所在，拄则鸟豆读了较客家诶所在，无要紧，咱一个一个来看。就是咱第4拍第3段诶所在，第2纸这字解剖，读做解剖，解剖。我咧讲对啦吼。过来第3纸诶第3纸诶所在，成分，伊读第1条诶分，成分。好，以上一个所在要和大家来开课甲讨论一下，就是第1段诶所在有一个字吼，台湾新文学运动内底新文学其实是模仿中国白话文来正诶。这个正诶，我无理解伊诶这个正诶是啥物意思呢？因为你若看古字吼，就是正做吼，就是迄个完成诶迄个意思啦。毋过伊即个共拍诶所在，尾仔算起来第2纸，因为模仿中国白话文写正诶文章，互一寡知识人，伊嘛是共款写正，毋过伊就无迄个double 诶hyphen啊。所以说摆讲，即个字我较无了解讲，即个正诶是啥物款诶意思。安尼，大家若知影会当甲我讲一下，讲出来互大家了解，吼，无要紧。我阁讲，拄则鸟豆有讲着伊拄则读诶所在，
毋知影长句要长伫倒位诶迄句啦吼。用外音诶原籍音读做读做台语诶汉字，迄个我长句读做长伫即个原籍音诶即个所在呢。领导你甲看，你看，感觉安怎？用外音诶原籍音读做台语诶汉字安尼吼。是，我个人是安尼读啊，毋知你安怎看，你会安怎读？我就是毋知影要当一个，是外音诶原籍音读做台语诶汉字，还是用外音诶原籍？因为音读敢若怪怪吼。音读还是音读？用外音诶原籍音读，安尼感觉嘛是讲，毋管是音读还是音读，拢感觉怪怪吼。做台语所以安尼感觉。嘿，你安尼敢若较顺诶。你是讲用我讲安尼吼，我长句诶所在用外音诶原籍音吼，即个所在嘛吼。我家己咧读诶时阵，我想讲，当理解会较顺啊，安尼。好，感谢鸟豆大家即摆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假使讲大家若无啥问题吼，无歹势，搁有一个所在，要互大家参考一个第二段诶所在，尾仔算起来第二纸，专门甲遐中国白话文就是遮对写诶相拍格啊，对写即个字啦，我嘛定咧讲，嘿，对写就是竞争啊、对抗啊，安尼啊，即款诶意思。比如讲恁两个产品，两个人咧对写，通常应该拢是写介绍啦，嘿，拼价意思啦，对写安尼啦。即个字大家嘛当甲学起来，安尼。以上即趴大家若无问题，咱煞落读后一趴，是安尼啦吼。阿杨，这个最后一趴互你读好无？尾声起歌遐互你读，好无？好。我来读头前这趴现代台语文学，安尼，好，安尼我来开始。现代台语文学的书写方式是古汉罗南写做主流。汉罗南写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完全的白话字书写，因为受宗教的限制甲政治的压迫，多数台湾人读无落来；第二，完全的汉字台语书写，受汉字本身的限制，要用伊来做台语的读写工具实在有困难。海外台湾人社群开始汉罗南写的台语文，日后的现代台语文学也为遮找到新的公平的活路，为海外起国伫台湾定根的台文通信，就是采用现代台语文学大汉的要紧要诀。其中，台文通信伫台湾的读者联谊会是培养台语作家色彩要紧的所在。咱掠张聪敏先生的小说《阿英仔》来看就知，《阿英仔》的作者张聪敏先生是一个真有台湾心的人。1993年，中华关台文通信读者联谊会成立，伊就是开启的其中一位。伊毋若是读研究台语文，嘛有跟两位教授学台语，落尾家己聊落去写小说。阿英是女性，是用伊的阿嬷做原型，是一个新妇仔出头天的故事，当时的政治局势。解验台湾人要出头天，阿英的一生的起落，心内价值观的变化，其实拢是在反映台湾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甲社会变化。若要讲写实，1970年代有台湾气味的乡土文学，也中国白话文的作品，太有倒一篇赢过阿英仔。张聪敏主张，台文就用作品替伊讲话。差不多迄时期写台文的人，
拢有共款的主张。毋过，比如宋德来引用汉字来写台语文，的确较输汉语南写所表现的台语开口甲台语美感。阿英啊是汉语南写，是张崇敏甲你讲的，是台语文字标准化的实验作品。我认为这个实验真成功，因为伊无挖靠任何文学理论，就展现出台语本身的美感、草根文学。伊向咱表明，毋免是作家文学，思想若深，自然喙讲的台语，就会使转换做别的运动，互台语文学的光照出来。张崇敏过身了后，这部作品才互萧平池等等有志，甲伊整理好势，煞尾互中华关文化局出版。无采伊遐早过往，若无今仔日台语文学要大趴尾的发展，伊应该是真欢喜，嘛真感动。以上毋知影大家讲要甲我掠包一个。我听即拍大家讲所在要讨论，敢有免客气呢？我拄则读的即拍吼，有一个所在，第一段的所在啦，有一个事要甲大家讨论。第一段上尾纸的所在吼，算起来算第二纸啦吼。台湾通信伫台湾的读者联谊会是培养台语作家色彩。即字色彩，色彩其实我捌听过嘛，无咧讲。毋过我有去甲查，伊的意思就是讲非常的意思啦，非常。所以这个甲理解起来就是台语作家非常要紧的所在。所以会当大家这个色彩会当甲学起来、记起来。还有上尾段的所在吼。上尾纸，若无今仔日台语文学要大趴尾的发展，这个趴啦，这字读做趴。因为我看汉字的时阵，我嘛毋知影这字要安怎读的，所以嘛是去找找这个找台语的这个书典，才甲知影讲原来这字读趴，大趴尾的发展，安尼大家嘛当甲学起来。因为汉字就是安尼啦，有当时你读无就毋知影要安怎读，看无啦，咱若看无就毋知影要安怎读啊啦。虽然讲这个找台语诚好用，毋过咱若正经讲迄字汉字，咱本身看都看无，读都读无诶，咱就甲写白话字啦，好无？若要汉语难写诶方式就是安尼。好，毋知大家对于我即拍读的即拍敢有要甲我掠包诶？若无吼，咱刷来咱就请迄个安阳，好，安阳来压阵咯。好，安阳请哦。好，尾声起稿。台语小说比论用女性做主体，这是事实还是我毋知影。无要紧，咱逐卦咱再来甲加考一下，吼，无要紧，咱继续。表现嘛为多元的方向演变。日本时代的台语白话字小说出世线定客盘。1926算头篇阿英啊，张聪敏1997萨目仔的滋味清文2006八卦红之心林美丽2016这四部小说内容为较会宗教、个人家庭，豆豆写出有历史、人性、社会等等的内容。会使讲女性台语小说已经发展出掠环的跨度，甲掠直的深度，掠外科幻小说、汉语台湾话文、透南文言文、火星探险奇文。
地群5大约1920手稿未公开，算头篇阿爸诶册桌仔，周华斌2009年球，刘成贤2013，区卫兴2013，现代作品若是科幻若定，而且参入时间旅行、世界局势、台湾文明、二二八甲白色恐怖、人生的反省等等的议题，互现代台语科幻小说会表现完整。批肉骨拢有，台文通信到今嘛30岁啊，透过海外台湾的交流，读者联谊会定金生炭，搁加上先行者无停歇来甲制度相迄嘛我袂晓。台语文的写作品用过更加标准化，投入写作的人数嘛增加真侪，到甲2014的日头花运动国家语言发展法伫2019年正月11日正式实施了后，咱看到真侪台语运动的科外的人在学台语写台文，台语甲台文确实当在行向一条亲像要大拍尾的路。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历经诗 Charles Dickens 伫伊有出名的小说《双城谷》起头安尼写，讲咱是徛伫一个上好嘛上坏的时代。对台语来讲，即句话确实有影。台语的使用人口使用人口当咧减少，台语文的表现煞哪来哪精彩。这是火流星伫天顶要爆炸的尾声，也是日头要出来进前的曝光。台文通信是先摆拍拼留落来的珍贵资产，是咱应该爱知的历史。迄条坎坷的路行过，过来，咱就毋通倒开了。好，感谢阿杨陪咱读即趴，读了真赞哦。歹势，我拄则若无甲恁饲着迄个，恁若读册读完哦，若无甲恁饲着 emoji 啊，多多包涵一个，因为我手头咧看册啊，佮看手机啊，所以较袂赴饲啦吼。好，无要紧，咱即马就来讨论迄个拄则阿杨讲着的吼，咱第一段头一句的所在，台语小说比如用女性做主体的即个字吼，咱甲查看觅咧。大家现场若方便的，会当嘛会使查哦。咱着用汉字来查，好无？因为毋知要安怎读嘛，咱着用汉字来甲查。好，有伫个台日大书店的所在，又甲咱讲，即个词号做史书，大家会当甲记起来。好，感谢。好，佫算落来第四抓的所在吼，拄阿杨是读八卦红之心对无？迄字读红嘛？迄字你读红，毋过我个人啊，嘿，我个人是读八卦红的哦，嘿，所以讲，我感觉八卦红也是讲八卦红拢对啦，因为咱毋知影讲作者伊本身家己是安怎去读即个音，毋过咱看字，伊有两个音嘛，一个是红，一个是红嘛。咱就会当讲照咱的习惯吼，这咱也无需要去伤过苛刻啦吼，伤过认真吼，咱就知影就好。我就读八卦红，阿杨就读
八卦红安尼。好，包括这一个所在，甲大家做一个讨论甲分享安尼。好，咱录一度有举手来请讲。大家好，我来到这个八卦红是咱台湾草药啊，咧食迄个发烧的，所以民间伫讲就是讲八卦红。哦，好啊，八卦红就是一个草药啊，吼，拄仔你讲。伊是种 cactus， 就是敢若一个球形的迄种森林种。OK， 了解。好，感谢罗伊大分享，吼，所以咱就甲读做八卦红啦，吼。好，感谢罗伊大分享。搁来算落来吼，共款即趴第八抓的所在，迄是人名啦，毋过我是会读郑坤五，吼，我会甲读做五，到做阿样改成甲读做5个款，吼。要紧，互大家参考一下，我是读做郑坤五啦，吼。阿样参考一下。好，感谢。好，搁刷落来后一趴的所在，算落来第三抓，就迄个拄则阿样有讲到即个，搁加上自身者无停歇来甲制度烧烟，即字甲读做烧烟。好。因为咱毋知影，因为伊无连即汉字讲确实诶，讲赞诶，伊嘛真正无介好读，咱嘛读无。咱无要紧，咱若有。咱现场诶朋友，若方便有电脑啦、手机啊，方便查，咱嘛做伙来查看即字要安怎读。好，就无啥物问题。最后一趴所在啦吼，最后一句话，落尾算起来第二抓啦吼，落尾算起来，迄条坎坷啦吼，因为坎坷真侪讲法呢，有诶坎坷啦，有个坎坷，安尼。毋过吼，咱若是要来甲看台日大词典，伊是安怎写诶吼，咱来甲看卖者，咱甲查看卖。台日大词典伊是写坎坷，坎坷。伫咧台华吼，有收即个坎坷，大家参考看卖，反正大家有家己诶腔口，这咱就参考安尼。好，刷落咱第二篇，即个因为咱之前无公布嘛吼，咱要读诶就是这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第242页。这篇文章是这个萧腊日萧平之先輩所写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做《台湾的百年志业为阿英仔这本小说做见证》。拄好甲咱头一篇的这个文章吼有做一个呼应啦吼。这篇文章总共有9趴。逐趴拢短短尔，所摆我想，咱就简单分配一下啦。既然目前敢若我甲阿阳会当言麦讲话，无咱请阿阳先来读头前2趴，敢好？好。好。安尼我就先来读台湾的百年志业为阿英仔这本小说做见证。编自这篇是早期的文章，萧腊日提供。伊为台语文理化一路行一路走甲人生真风无回头，留落百年志业，望催杀台湾的同志继续行向未来有一天，台湾人会当心存台湾情。喙讲台湾话，手写台语文，伊就是张聪敏先生，中华台湾联谊会老大哥，阿英仔这本小说的作者。1950年代末流，伊高中时代就趣味写文章，书同时
岛内的报纸杂志时常出现伊的作品，照讲是欢喜台一层，毋过伊煞愈写愈懊恼，懊恼袂当写出伊心内对台湾的疼痛。台湾人的台湾情，应该爱用台湾话才有才调讲分明。华文来写，较写嘛写袂清，无法度吸着心肝影仔的热情，只好靠迄支文笔无病呻吟，每一摆写煞，伊家己都毋知咧写啥物出头。听讲迄当时有一位老师甲伊讲会当写台语，真可惜，伊毋知要安怎做起，郁卒失望，煞来封笔，一封20年。好，感谢安阳，感谢。好，安阳读了真好，真赞。我是无听到啥物款的问题，毋过有一个词要和大家讨论，就是安阳读的第2趴的所在，尾仔算起来第4节，我都吸到心肝影的内定吼。安阳是读内定啊吼，毋过我想内定甲内定应该拢是 OK 啦，就姜口差吼。主要是要讲迄个定啦，我咧甲摇啦吼，迄个定的汉字就是一层一层的迄个汉字啦。讲到这个内定的所在，可以讲互这内层。因为你家己看咧，你的感觉咧，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的无？我家己内定，我感觉就是你讲的一层一层。迄个汉字，迄个意思嘛吼。嘿。好，感谢阿阳。还有啥物所在无？你家己感觉讲，较特别的，还是讲有啥物疑问的所在无？我家己感觉较特别，就是因为迄当阵嘛是足侪人讲母语、讲台语就是伊有写，就是伊真懊恼，讲伊无法度用家己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毋知影，就是迄当阵当然学校都无咧教伊都毋知影要安怎写家己的语言，所以家己就足郁卒失望。我是感觉，若是迄当阵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无禁止白话字的发展无禁止台语文，就是因为伊算是真少年就过身就是伊有，我感觉若是伊有才调用母语写，一定会有搁较侪作品会就是分享互大家安尼。是，多谢阿阳的即个分享。毋对，就像拄仔阿阳讲的嘛，就是咱即个中华民国的政权限制咱的禁止咱的即个白话字所以咱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萧秉治先生就是咧介绍即个张聪明先生的即个学白话字的即个过程啦嘛真无彩咱伫个咱台本界遮尔优秀的一个先辈，写出遮尔好的即个小说大家都爱甲多支持一个安尼。好，咱刷落来过来读即个后一趴啦因为即摆就是我甲阿阳两个人会当讲话尔我先来读第3趴啦再过若佫有其他的人入来还是安怎咱再佫继续读安尼我先来读第3趴。6、7年前，台文的事业开始起飞，惹起张聪明先生的新希望。伊开始骨力世界走找南北二路，无少时间金钱，
要找台文先觉先知，捌甲洪义仁教授学过台语声韵，拍了真好诶地基。到1994年，探听陈良伟教授转来清华大学教台语，伊欢喜甲困袂落眠。就安尼，每礼拜走新竹，甲陈教授学台语文字。咱拢知影，陈教授伫咧吹哨汉落蓝写即种方式，汉字会通就写汉字，若袂通就写罗马字，毋免操心汉字迄字是啥物。罗马字是外国人个，用起来感觉硬硬。经过争辩、参详、深入了解，才感觉汉落的文体实在好用，会当一拍拍来表达咱的爸母话，心内话有底头。早前的郁卒懊恼，就安尼袂记得了，就安尼专心来学汉落蓝写的技术问题。汉字要安怎说，罗马字要安怎写较好势，一路行来，无回头，无后悔。好，以上。哎呦，即摆敢若你会当讲话尔，敢有要甲我掠包一个？无，我无听到啥物问题。多谢，好，感谢。我嘛看到维克甲我试一个赞，感谢你。好，安尼即拍我甲看起来嘛无啥物所在要特别提出来讨论，无我阁先继续阁读第4拍，好啊。伫5-6档前，聪明兄伫写一出平埔族的开拓、奋斗、心酸历史的长篇小说《百年之业》，描写100多年前平埔族受尽汉字侮辱、抢夺、欺凌、压迫，却不得已甲汉字同婚的无奈过程。伊嘛知咱的血内有真济平埔族的目屎。伊捌为着故事的剧情来凄惨靠甲目屎滴形情。本正是华文作品，已经写尾一半。即马伊已经学会晓写台文，当然都爱将华文改做台湾话，才会当发出心声。讲改就改，一改则在台。百年之业的文字语句较有水准来描述，伊惨惨将百年之业暂停工，换来写这篇较短、较通俗的阿英仔小说。以上，感谢安阳甲我试100分。好，即摆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我想要问，惨惨是啥物意思？惨惨咯，有迄种做一届互去的迄款感觉啦，就归去的意思啦，有迄个归去的迄款意思。惨惨做一届甲赢啦，安尼啦，即款的意思。惨惨啦，就是了解，就是熊，就是简单讲就是心肝掠瘫痪啦，心肝掠瘫痪，就惨惨归去啊，做一摆啦，安尼。有，安尼了解。嘿，是。我若解说了无好，请多多包涵。台日图书馆内底吼，惨惨伊的解说就是，无咧管效果的决定啦，不管效果的决定，就是安尼。就是无咧顾虑后壁的状况啊，无咧甲想较济啊，做一遍决定落啊，就落啊，心肝掠瘫痪的迄款心境就对啦。好，感谢。好，免谢字。好，过来安样，互你来读第5、第6拍敢好？你讲第5甲第6？嘿，是。好。好，多谢。伊讲这是台文实验小说，既然实验，就爱斟酌台文用语、语义、语法等等的问题。若
单单会晓声韵变调，就有法度解决诶代志。伊金棍，我毋知影这台语安怎读迄两字。我紧，咱等下再过来甲查。因为我会讲对，伊跟随郑教授一直学，一直写，为着要互进度搁较紧咧，伊嘛用心计较，了落去写电脑，应用郑教授开发出来诶 TW301台文软体命势实验描写。修正改了一摆搁一摆，无够满意，毋愿放。这是上互人甘心诶所在，嘛是家己甘愿诶付出。阿英仔即本小说内底真侪对话，拢是中华台中地区诶纯正台湾话。1940年代到1990诶新世界，庄脚人诶交谈，生理人咧化会，有土直，有粗鲁，有查某人会耍男甜，嘛有老岁仔人哀杂杂会可怜话，有轻声细细，有话大话细。错干交诶话免歹势，外省话甲台湾国语搭咧戆戆踅，但都害声韵诶问题有得解，上歹排解是内底遐个突直直，有声音无字影诶轻声甲随情变调诶表达，要安怎写，要安怎应用符号，才会原音出现甲好势好势。2年前，这个是真罕你伫探讨诶问题，煞互伊头壳无咧说。感谢阿杨替咱读第5、第6趴。头拄则吼，阿杨有讲到迄个伫第5趴第3节诶所在，紧随啦，紧随也是跟随，拢会使。即字。好，感谢。伫个台日大书店内面有收，安尼。无啥物特别诶问题呢，阿杨读了真赞哦，真感谢阿杨替咱读第5、第6趴。阿杨，你家己本身你甲看，你有啥物所在想要讨论诶无？针对这第5、第6趴诶所在。虽然就是头前有讲，就是讲到伊因为之前是无学台文我嘛是真欢喜，就是伊有留落来即篇阿英就像肖老师讲诶，就是伊写诶是真生活化诶内容，就是真通俗。嘛像咱普通人安尼咧交谈安尼对话啦，也包是讲生理人咧话会，安尼对无？对。是，所以我感觉即本小说真正介趣味。大家若有趣味，若有想要知影诶，知影讲即本小说内底咧讲啥，会当来线顶敲找安尼。好，感谢阿杨诶分享。好，安尼我刷落读第7到第9趴见若联谊聚会讨论遮个问题，伊就目睭金金金，耳孔铃铃铃。本来是阿英毋对，本来是阿英感觉有淡薄仔怪奇，音韵无准，好亲像毋是阿英甲阿英应该是无共音，嘛无共义，落尾才改做阿英亲像即款诶无共诶音尾，咱台湾学的话真正侪，若要解决是要安怎写会好势，即点是阿英内底上大诶实验问题。
看册的乡亲大家，请为语言这方面切入来欣赏这本册。实验的代志本来就有真侪问题，除了肯定聪明兄的实际拍拼，嘛乐愿台湾界的朋友小甲会齐，做伙来研究安怎来写台文较好势。台文的工课是一件100年的工程，聪明兄的100年志业小说未完成，但是伊阿英仔的台文实验作品，就是咱心存台湾情。嘴讲台湾话，手写台语文的100年志业工课，纪念聪明兄，我要照伊的路来行，嘛请大家来拍拼。1997年10月18日，伫田中厝内。以上感谢大家。好，今仔日咱精选的这篇文章，甲头一篇拢是咧讲到这个台语小说。第一篇甲第二篇的部分呢，拢有讲到张创敏先生。萧冰滴先生所写的这篇文章，主要就是咧小解张创敏先辈伊写这个台语台文的这个过程，爱用台文来写阿英仔这本小说。伫遮嘛要甲大家做一个工商服务啊，因为咱这篇文章呢是萧冰滴先辈所写的文章，萧冰滴先辈呢伊也阁有出其他的台文的册比如讲这个做田人博物馆，是讲台湾俗语咸酸甜即马现主是呢，由着咱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的这有志之工，有甲这个内容甲做这个线顶网络有放有放伫这个咱的老围区咱空间的老围区的所在请大家呢，若有趣味多多利用去甲看卖咧做田人的博物馆台湾俗语咸酸甜作者是这个萧大日萧冰滴先辈煞来要甲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大家敢有看过什么款的台语小说？英仔这本小说我家己捌读过，包括迄个阿阳啦、小甲啦、小鸟豆啦咱拢捌做伙读过这本小说。这本小说呢，伫咧线顶嘛是找有伫咧这个台语文所谓典藏资料库内面伊有线顶的这个阿英仔的小说，大家有趣味会当去甲看卖咧。伊有汉罗人写的，嘛有全白话字的，拢有。另外，伫咧这个台文博览会伫咧面册甲敲出台文博览会的买奖页顶悬有读册会的资讯即马主办单位是台文假新闻，协办单位是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伊这读册会内面呢，嘛有这个在读阿英仔这本小说，大家有趣味会当给你这个面册敲出台文博览会的买奖页顶悬拢有相关的读册会的资讯而且要感谢这个台文博览会有甲咱宣传咱赤邦风扇局的这个 Space 的读册会的这个资讯啦伫遮嘛真感谢台文博览会感谢这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好，阿阳，我即马要访问一下嘿，你敢有看过什么款的台文的小说，还是讲散文文章？不管啦，我要甲你访问一下，敢有看过什么款的台文的册安尼啦？你感觉趣味的，要甲大家分享一下无？感觉趣味的，还是讲你即马咧做什么款的事工，会当方便互大家知无？即马咧做的事工校对一本，嘛是一本书店，是叫做《台语新书书》是甲台语大书店是共年代的即马是咧校对，希望甲因的思虑嘛是拢放入去册台语内底，甲这当作是补充台语大书店的思虑因为下面有讲就是因为台语大书店大部分是较北部的腔口甲因讲的字数伊是讲台语新书书是较南部的，所以就希望会补充安尼另外就是嘛是有咧帮助就是协会
就是拄则讲诶，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有一寡咧申请诶物件啊，有咧甲因斗相共做翻译，甲本地中国话翻做台文安尼。另外就是你拄则问我敢有读啥物，就是因为即马我有咧读诶，拢是因为我有参加读册会啊，读册会都有读无共，其中诶就是是咧读阿英啊，是都是咧定读啊，因为拄则阿明嘛有讲，就之前都读过一摆，毋过即马嘛是定读。另外就是我感觉，若是咧读，即马嘛有一个读册会咧读诶是陈瑞老师诶《勇士簿记》，伊是较长诶小说，长篇小说啊，因为内底人物有真侪，毋过就是因讲诶话嘛是真趣味啊，有一寡嘛是其实陈瑞老师去溪口以前诶算是传说啊，就是有流传落来一寡甲病毒有相关诶故事，啊有都写入来即个小说内底，我感觉袂歹啊。另外就是另外一个有咧读诶是陈明仁诶，就是伊有6本拍远诶故事。6本内底每一个拢有真侪短篇诶故事啊，我嘛感觉迄袂歹，迄就是每一篇拢短短啊。迄套都有附 CD 啊，你若是想要用听诶，就是用听诶；若是想要家己读，嘛是会用家己读安尼。是，感谢阿阳诶分享，真精彩。啊，就参像拄仔阿阳讲诶，就是有即个阿英仔诶读册会啦，啊，就咱伫拜五轻松读册会，伫个轻松读册会，咧读《勇士簿记》。搁来要甲大家讲诶，就是讲，咱即马咧读即个台湾通信社，就当纪念日间大家若有趣味就尽量家己准备册啦，我相信在场诶朋友应该拢有即本册啦。啊，伫个网络买即本册，嘛介方便，伫个 PC 放嘛，还是讲即个博客来啊，顶悬拢有电卖。今仔日我嘛真感谢所有参加诶咱即个车帮风上局即个 space 诶所有朋友。好也因为即个时间差不多差不多要结束啊。今仔日嘛真感谢有来场诶朋友，真感谢各位今仔日诶参加。咱后一回会开 space 诶时间是3月28，相关诶读册资讯嘛拢有放伫个倒数诶台车帮推特口罩诶老趣味，就甲阮follow追踪一下，有啥物资讯拢会放伫遐。好，安尼甲大家讲一声晚安，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万事如意哦。好，大家晚安，后回再会，再会，拜拜。